美国气候特使柯利周三透过视频会议的方式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见。在会谈中，王毅表示，两国关系近年来急转直下，面临严重困难，并称主因是美国对中国做出重大战略误判。柯利在周三表示，中国需要扩大其减排的努力。柯利在视频会议中说，如果没有中国的充分参与和承诺，世界无法解决气候危机。塔利班发言人穆加希德表示，中国将帮助他们重建阿富汗。意大利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共和报》发表了对塔利班发言人的采访实录。穆加希德在上述采访中就中国的关系表示，北京将帮助我们重建阿富汗，中国将成为我们的主要伙伴。他表示，土耳其和卡塔尔对机场的运营感兴趣，将在未来3天内清理完成，并将在短时间内完成所有一切的重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在每周一次的视频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评价了美国和乌克兰的关系。扎哈罗娃提起乌克兰总统访问美国时说，华盛顿将基辅作为对付俄罗斯的武器是可以预见的，可能会导致悲惨的结果。彭博新闻周四援引知情人士报道，源于全球半导体供应短缺，上个月特斯拉上海工厂的部分业务暂停了几天。报道称，由于缺乏关键的芯片，特斯拉上海工厂的部分生产线8月停产了约4天。目前，中国工厂的生产已经恢复正常。顶尖学者、法律人、政治人物和人权团体1日出席在纽约纽卡索大学举办的维吾尔种族灭绝首次大规模研讨会，讨论中国当局据称对维吾尔人犯下的种族灭绝暴行，并加强对北京的施压。美联社报道，与英国纽卡索大学举办的3天研讨会将有数十位讲者出席，这将是首度有这么多专精维吾尔与种族灭绝的专家齐聚一堂。毕生鼓吹克什米尔脱离印度统治的标杆人物吉拉尼过世，印度有关当局今晚旋即在这争议地区实施维安限制。警方表示，当地民众一律不得离开住处。吉拉尼受过多年牢狱之灾，过去11年大多在住家软禁中度过。受飓风艾达余威的影响，纽约市、新泽西州等美国东北部当地时间周3晚出现超强降雨，造成至少9人丧生，仅纽约市数千家庭断电。